继续来关心，已经烧战11个月的以哈战争，除了是造成真侪人死亡、上万人死亡，也有财产损失以外，即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拢爱面对经济倒退路的局面。亲像以色列因着公布上新的第二季经济数字，对数字显示讲，伫4月份至6月份，因 GDP 的年增率是倒退1.4%。除了工业生产有救水，商品、劳务再出口嘛拢有减。以色列重要的海港都市海法，菜市仔内底看到人是吵。不过加入去市区的巷仔底，民俗旅馆甲店头，有的门根本就无开，然后营业的人客嘛无济。There are many tourists in Jerusalem, in Nazareth, in everyone, everywhere in the country. And since when you don't see many tourists? Now, no tourists. No tourists. Not very much. 从去年10月，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全面攻击以来，以色列的经济会当讲是真无稳定。2023年第4季，也就是战争爆发的初期，以色列 GDP 大到20.6%。不过2024年的第1季，阁大成长17.3%。经济学家原底预估，第2季的经济成长会增加2.3%至5%之间。不过结果却是负成长1.4%，是差真济。If you want it in dollar terms, we are going to lose this year in GDP $14 billion. But it's only in GDP we are losing much more. 以色列的经济大起大落，巴勒斯坦这边嘛同款真凄惨。长期去予以色列军方封锁的结果，加沙地区现金是严重欠缺，金融机构国部长都要关起来，各地 ATM 差不多拢领无钱。معاناة شديدة بالنسبة لنا لما ناخذ الراتب بدك تروح على مصرف أو على دكانة أو على سوبر ماركت عشان ياخذ نسبة الفرقية。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地区的失业率是直头增加到79.1%，这个数字也阁无包括因为战争放弃找头路的巴勒斯坦人。劳动市场供需恶化，唔但伤害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经济嘛有真大影响。以色列的建筑业有真侪拢是请巴勒斯坦的劳工，即嘛因为劳动力欠缺，真侪工程唔是冻点，就是要延期。公司新闻，徐家进编译。